1993年11月28日，第三次挑戰董事杯嘅翠河，終於以短馬頭首次勝出三冠大賽嘅頭關，並且喺當季以超過4個馬位大勝遮打杯，成為首匹香港三冠王。往後嘅日子，香港三冠王就好似傳說中嘅榮耀。期間有無數嘅精英賽區嘗試挑戰呢個殊榮，直至到今季命運嘅齒輪開始轉動。大家好，我係中意講賽馬嘅 ED。今季係香港賽馬史上競爭最激烈嘅賽季。應屆馬王嘅浪漫勇士喺完成香港杯3連霸嘅偉業之後，遠征杜拜，成為勝出4地1級賽嘅馬匹，並且喺全球最高獎金嘅泥地賽沙特杯得到亞軍，成為香港史上國際評分最高嘅泥地馬。短途新貴嘅嘉應高升全季無敗8勝級細賽，跨季12連勝，同埋打破沙田1200米嘅時間紀錄，一騎絕塵嘅短途三冠王，同埋全球國際評分最高嘅短途馬。默默耕耘嘅澳遊氣泡作為2023年嘅經典一哩同埋打比嘅冠軍，首次挑戰冠軍一哩賽，被傳奇馬王金槍60擊敗，超過3個馬位。喺經歷過暑假嘅成長之後，2023至2024馬季嘅香港一哩錦標喺麥道朗嘅首次策騎之下，澳遊氣泡同8歲嘅金槍60距離縮至到1個半馬位。2024年嘅董事杯喺金槍60嘅傷患備戰同埋浪漫勇士嘅力戰休養之下，澳遊氣泡成功取得首項嘅國際1級賽冠軍，並且接下來嘅香港金杯同浪漫勇士嘅頸位差距，證明澳遊氣泡喺2000米嘅水平同埋打比嘅冠軍係絕非僥倖。經過2次失敗嘅遠征之後，唔擅長左轉嘅澳遊氣泡專注翻喺留港挑戰，同埋喺今季迎來咗生涯嘅大爆發，唔單止贏咗香港一哩錦標同埋董事杯，而面對次關2000米嘅香港金杯，由於現役最強中距離嘅馬王浪漫勇士遠征中東，喺壓力銳減嘅情況下，以超過3個馬位大勝，直至到冠軍賽馬日，立志成為三冠王嘅幕後選擇出戰冠軍一哩賽，並且喺呢場理應輕易取勝嘅比賽，直至最後直路仍然冇辦法拋離鴻運帝王，以短馬頭位落敗。另一方面嘅嘉應高升就輕鬆達成咗短途3冠，而馬王嘅榮譽趟次亦都隨手可得。澳遊氣泡爭取香港馬王嘅最後機會，唯有達成傳說中嘅香港三冠王。遮打杯作為每季嘅最後一場1級賽，喺職業化嘅早期係被譽為跑馬王嘅比賽，直至到最近隨住一哩同埋中距離嘅賽區嘅水平上升，以及香港只有3場2400米嘅比賽，遮打杯嘅水平逐漸下滑，被海外賽區發現到有提款嘅機會。2024年歷來第3匹角逐遮打杯嘅外隊馬傑傲之戀，成為首匹勝出遮打杯嘅海外訓練馬匹後，今年首次有3匹海外賽區報名參加遮打杯。雖然最後只有香港瓶嘅亞軍圓滿杜拜前來參戰，但係1200磅嘅澳遊氣泡喺面對外隊嘅呢本專家同埋賽馬場上嘅變化，無論係安請嘅中段變奏，定係智取神區嘅瘋狂搶頭，澳遊氣泡保持自身嘅節奏，並且順利喺直路透出，最終拋離群區，以超過3個馬位下勝出遮打杯。塵封31年嘅香港三冠王，作為現役最佳一哩馬嘅澳遊氣泡，發掘咗越長越強嘅特性，成為第2匹成就長途3冠嘅賽區。雖然有金槍退役、浪勇遠征、港隊團戰等等爭議，但係命運般避過最難纏嘅敵人，從而成就3冠美譽，這就是天命所歸。今季過後，當我哋回顧翻呢段歷史嗰陣時，打比3傑、金槍60、浪漫勇士、澳遊氣泡嘅故事，值得喜愛香港賽馬嘅馬迷細緻品味。最後，大家認為短途無敗定係長途3冠更加值得勝出今季香港馬王嘅榮譽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如果鍾意呢條影片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見。